哈萨克斯坦软禁的东突厥斯坦活动人士比拉什的律师艾曼乌马洛娃被身份不明人士追踪。哈萨克活动人士比拉什一直向世界有证据的披露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权侵犯行为和集中营里的真相。他因被认定在海国与中国间制造对立情绪而被逮捕。据哈萨克新闻社报道，他的律师艾曼乌马洛娃被受到身份不明人士跟踪和威胁。据沙特媒体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3月26日在里雅得与中国国防部长威风和会晤，讨论加强两国军事关系的问题。威风和在埃及结束为期2天的访问后，来到沙特阿拉伯，在埃及他会见了西西总统，并讨论了两国的军事合作。特朗普昨天通过签名正式承认了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决定背后的原因并不令人惊讶。事实证明，美国犹太公司在该地区有油井。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并向犹太人保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越来越多激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诺娃周二指责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因美国拒绝承认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统一的双重标准。他说，美国故意禁止前往该地区，因为它可能意味着自动识别，这与戈兰高地的情况有关。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摩洛哥出售25架 F-16C D Block 72战斗机，这笔合约总价37.78亿美元。所谓 Block 72，也就是 F-16V。摩洛哥空军先前就有23架 F-16战机，所以新购入就没有适应的问题。同时，原本的战机也会进行蝰蛇提升计划，估计费用是9.852亿美元。